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直播是咱给咱跑歌声，直播开始到来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牛代表我的心。哇，谢谢，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义大话歌声的节目，由工人甲芳玲继续陪伴咱观众朋友1点钟久的时间哦。谢谢，爱线顶，侪观众朋友拢总赶紧来上线哈。欢迎大家，对啊，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哦，来哦，木火大哥、徐爸爸、徐妈妈、焕忠大哥、文明大哥啊、钟大哥，谢谢我们的木火大哥、文东哥哥、秀仁大哥、剑刷大哥。还有我们红蒜吴大哥、芙蓉姐好、东特大哥、古大锦阿姐、龙华大哥，谢谢钟大哥哦，钟大哥卡几个还好，来尤大哥好、玉轩、文川大哥、廖大哥哈，感谢东龙大哥、武忠大哥、玉轩姐姐，谢谢神叔哥哥哦，感谢你蔡大姐好，咱的文良大哥啊，还有咱这个由昆山大哥好，谢谢啊，咱的佳佳，哈，佳佳恁的扑个声哦。月牛代表我的心，这是对一个感情，一个这个诠释啊。这个月牛的光的时阵呢，真明亮，真洁白。是的。所以讲呢，未擦着你的目睭。哦。伫像这个月牛的下骹，气氛特别好啦。是啊。要来倾诉着一寡做这个爱情，还是讲关心的话，对。鼓励的话。我气氛加偌好咧。伫这个气氛之下的时阵呢，绝对的时阵，女生拢足危险的呢。好过加倍。人生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就亲像伫这个月牛的下骹。哦。嘛有可能是日时的时阵呢，是这个日头的一个中午的下骹。哦，若日头中午就较食力咯。一步一步来较前进啦。是咧挂楼山地。对啊。若这个日头身赤也虽然过性命。这个脚步是非常的沉重。对啊。但是呢，咱的这个心理，如果来讲有一个月像这个坚持，坚持。到尾来咧，嘛会去行到像这个。较阴凉、较爽快的所在啦。对啦。这个星魂大师啊，老师你咧讲迄句是啦，心静自然凉。对啦，是讲经过就讲吼，这个验这个日头了后，你若如果来讲有这个坚持的心啦，嘛会去行到讲较轻松的路嘛。对啊。就是这个较爽快这个所在。对。这个星魂大师佛光山啦。是啊，星云大师。对。呀，就这个咧，伊讲一个人这个心，那如果有这个光，这个黑暗咧，自然得个心都无法度这个长久了。是啦。是啊。都甲你讲亲像一个这个叫做真阴暗，这个洞窟内面咧。是啊。只要你甲点一把蜡烛火，安尼就有光啊咧。整个像这个黑暗的，规山皮的时阵咧，就这个整个这个。坑洞，都拢总有光啊。对。要有光，对，都有这个力量啦。是，就当办法呢。都看会到啊。甲行过就讲，安尼天真日拍的，这段路，搁再来时就开活。是啦，所以讲咱最近天气拢遮热着啊，这真正天气，即摆已经来到要到30度啊，系啊。天气伤热的时阵，咱拢会流汗。我若出去的时阵行一截啦。啊是讲伫外口无冷气经的时阵，你会感觉人若流汗了，就较会忝。忝我你讲工课就做较无啊，无弹劲哦。你会感觉讲最近啊，咱若在时段啊，尤其是较热的时阵，你伫咧行路也好，还是讲你伫咧运动也好，你会加足喘的，加较喘哦。你会感觉若小行者的时阵，加只喘。我嘛这个感觉。最近一寡这朋友啊，天气渐渐热。系。讲起像这个阮中部啦，中部山区嘛。对啊。山区的时阵。三林溪啊，溪头啦。去行像这个步道哦。是这个森林的步道哦。森林步道。吸收这个芬多精咯。芬多精哦。结果咧，行无偌久的时嘛是安尼挂楼山顶，人真虚啦。是啦。其实这是真气神无够。对。所以讲你要行路的时阵，就咧喘气。喊咧行啦。嘿，伊讲迄较早的时阵呢，无遮忝呢。较早的时阵一暗还阁4-5摆咧。即摆就剩无半摆，我放热啦。有影。嘿，所以讲即摆就是日头啦，这个天气真热啦。
呀，啊，当然这个身体如果来较虚，是啊，吼，较无伫咧保养，都更加食力。对啦。所以讲吼，毋是其实老师讲对啦，讲毋是日头较猛啦，其实日头本地就热天就是固定安尼，寒天就固定讲啊，你迄温度是因为咱的身体变较热啊。啊，环境咧，我咧讲哦，就是讲环境变强，就以早若一个热天到来的时阵，可能差不多30通度啊尔。你敢知影观众朋友啊，热天还未到的呢？迄38度、39度，迄拢有可能呢。讲这2天，嘿，去荣宝区我有甲看嘛，你较注意啊。是啊。吼，36度啦。哦。36度呢？啊，即摆现主是拄好5月初2尔呢。是啊。吼，啊，你像过年进前的时阵，安尼寒遐尼济5月。对。啊，即摆热的时阵，讲即摆嘿，啊，都热天头尔呢，春天尾尔呢。哦，应当是真舒爽这个天气。对。天气变化真大。好。所以讲吼，咱平时啊，都爱养。爱养。吼，爱养心啊。吼，啊，咱自然得咧。嘿。这个身体若养。哦，啊，就自然得就较袂遐忝。啊，就是安怎养，就是讲啦，困爱困会落眠，哦，啊，有当时啊呢，家己的身体，家己爱小可调理者。怎讲？有当时我咧行路的时阵，啊，较会喘呐，你氧气不足嘛，补氧气，补氧吼。啊是讲啊，我骹条较无力的时阵，啊，顾骹条啊，对无？啊，身体甲保养顾好的时阵，我相信讲吼，你的路就愈行愈远。就较袂遐喘，哦啊，心情咧，就愈来愈轻松哦嘿。好来，讲到这，来坤星哥哥、顺天哥哥隆重上线吼，佮有秋景社啊嘿，谢谢你们哦。即马要来进行着咱点歌的时间，今仔歌吼，6首歌曲拢总打定过安排过吼。头一首可能。可以有使用哪啦？啊，这是日语的人吼，来可能乱飞再会吧。啊，就来咯，可以有使用哪啦？老师，你这首是要安怎唱？这首来甲唱1拍，来甲唱2拍日语的。系。哦，按2段的这个台语。安尼吼，所以讲可能乱会再会吧，有2拍日语，2拍台语啊吼。第2首歌曲《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夜半的路灯稀微，就阮心内边。有咱妈子萨克巴，来，这首歌曲的时阵，我来甲唱2拍台语的。哦，第1段唱台语，第2段唱日语，第3段再搁唱转来台语的。来哟。第3首，因为我是人是，不是悲伤在哭啦，不是流着目屎啦，只是目睭见会红起来。好来，第4首哦，母女中的母女。风景闪烁的繁华都市，有听的音乐写伴阮在无地。第5首哦，拢是为着你啦。无人亲像我这呢软心肝，你要离开我目屎若袂散。不是我一时想袂开，不是我对你无情意，只是心伤悲。来，今日上尾这首哦，南方的凤凰桥。今夜灯火影暗淡，南方的凤凰桥。来，以上有6首歌曲，今麦准备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
8326-317。中华关市直播外关市加控诉。今日头一首《可怜轮回再会吧》，第二首《路顶了解我的心意》，第三首《因为我是男性》，第四首母女中的母女，第五首拢是为着你啦，第六首南方的凤凰桥。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哎，你好。你好，哇，徐妈妈。阿母我啊，你好。点第二甲第六。好，我下开哈。好，平安咯。好，谢谢，大家拢准时收看。来，文东哥哥。喂，喂，嘿，文东哥哥。你好。好。江林老师你好。好。我点第一甲第二。好。1、2。好的，谢谢你哦，平安。谢谢，感恩，谢谢。好，来，沈天哥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要听第一首跟第三首，谢谢，感恩。谢谢，感谢咱沈天哥哥。哎呦，烟花姐，烟花姐。我1、2。你们1、2呀？哦，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喂，你好，坤宪哥哥。坤宪哥哥，你要听到一首歌36。好的，好，我下开啊哈，谢谢你呀，平安哦。喂，你好，叶大姐。喂，你好。嗨。今天要听到一首。第二首哦吼。了解我。没问题，谢谢。尤大嫂。喂，美女老师好。我该派出那拢这样拢无讲我。头一拍时阵就先讲过啊。我拍6届咧。你拍6届吼。哎呀，那拢无听我，那注意听拢无咧讲我。就注意听，我头一届就讲你啊呢。干嘛呢？真的啦，有啦，我有讲过。好啦，来，我来点哦。嘿。路顶了解我心意甲第一甲第二倒啊。好，我下台啊。好，平安咯嘿，谢谢。哎，你好，龙庄大哥。你好，我听这个点这个，因为我是男性。好。看凤凰桥，谢谢。好的，没问题。好，谢谢我们的龙庄大哥哦哈，平安。喂，你好，吴大哥好。你好，我点3甲5。3甲5，好，谢谢你哈。来，这是咱的吴大哥哦。喂，你好，梁大哥。哟，你好。我点第2跟第3。好的。2跟3。好，我下凯哦，嘿，谢谢。谢谢你。喂，你好，王大姐。世界美女午安。我点第1甲第6个。第1甲第6。好，谢谢王大姐哦哈。好。喂，你好，文秀大姐。芳玲你好，我点可怜轮回再会吧，到路顶了解我心意。安尼哦，好。谢谢文秀姐姐了哈。好，平安喽，嘿，谢谢。来，老师你先准备路顶了解我心意。喂，你好，玉萱姐。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要点第2甲第5。安尼哦。呀，谢谢哦。我下开啊，嘿，好，平安哈。来，哇，今仔日吼，咱观众朋友咧点歌的时阵真正很踊跃哈，因为咱这首《路顶了解我心意》，来准备这首哦，徐妈妈、文东哥哥、严化杰，还有咱叶大姐、尤大哥、尤大嫂、梁大哥、文秀啊这，还有咱的玉萱姐姐，要来听这首歌曲开点的哈，若无点歌，来赶快邀请咱全国的好朋友收听到这首《路顶了解我心意》，谢谢。我请注意一下。1跟3是台语歌曲，第2段才是日语歌曲。
夜半的路灯稀微，笑阮心内悲。愿搁再相惜，过去已经过了时。思恋的甜蜜感情放也放袂离，不想起，永远也是会来想起。路顶啊，只有你。了解我心意。雨に濡れてる赤い日が俺にゃに愛の裏町酒場いるのかあの歌も寄せばお前の声にある寄せば今さら一人や夜半的路灯暗淡，笑阮心茫茫。因为我不知轻重，才会失去爱情梦。阮就体贴顺顺在轻重，无义务煞来误会分开西东，路顶啊车茫茫，斗做一个人。路顶了解我心意，有淡马鸡沙卡马的斯。好，来，谢谢线顶哇，调音哥哥、尤大哥、尤大嫂，这个真正看到啊吼！来，调音哥哥这卡过落拜哦，感谢运动哥哥、王大姐、康苗姐姐，谢谢哦，感谢咱这个姚军大哥，也个咱玉轩大姐哈，佳佳，谢谢恁的捧花声，顺天哥哥、坤星哥哥哈，何必把手头家你哦。也搁有咱即个吼坤星哥哥，哇，咱个上山哈，来小芬。当年我上爱听的。哦，安尼哦，哦，哎，叮咚亮吼。是，唔是啦，何必把手头家你。哦，你讲把手头家你有哇。唱了嘛足好啊，伊咧唱歌有伊的开口呢。对。好，安尼吼，好来，啊，即摆呢，一首歌起来对无？对。
即摆来进行咱第2阶段。哦，第2阶段就是要来，互咱观众朋友来动动头脑。是。哦，虽然吼，咱咧唱的歌拢离不开一寡，上无拢超有安尼15档以上的吼，跟老歌，啊，就是有真侪时段咯。哎哟，这歌自我少年唱到老啊，但是吼，歌若放落去的时阵啊，唱落你拢会晓对唱。重点是歌名拢总袂记得了哈。嘿啊，互恁动动头脑哈。恁准备上线来要歌名，吼，啊，来要歌名的时阵，今仔要送你啥？来，送较好的啦。送咱即领石墨烯的凉被啦，哦，这凉被真正是真侪时段人吼，哎哟，来送遮好着哈，轻邦邦，轻啊，互你加的时阵咧，佫袂去寒着，吼，佫而且的时阵，这阴离子加上做这个红外线，红赤外线负离子，是啊，吼，这个加的时阵，如果若讲这身躯有味的啦，咬流汗的啦，这拢总会当除臭，可以除臭呢，嘿，互你教你到第时阵安尼吼。安尼心理上安尼吼，非常的舒服。舒服吼。啊、来，正讲台湾制作的哈，100%台湾制作的吼，啊，真正是5尺6尺的，吼5尺6尺的，啊，我会当当这价啦，吼。啊，你若是讲吼，这是来，那安尼大哥你若有要着的时阵哦，1领对无？啊，然后下次佫爬较紧的爬较要的时阵，要2领转去，一人当加1领，吼。好来，谢谢大家哈，今麦准备哦，来敲电话。冷冷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来哟，今仔歌拢总是国语歌，都是6个字，拢总6字哦，注意哦。呀，冷冷的风，使我想起冷冷的情。不想你也辣，不想你也痛苦。你是我的错。冷冷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冷冷的雨呀，冷冷的风，使我想起冷冷的情。不想你也难，不想你也痛苦。爱上你是我的巴萨罗。Jogo mau Mini munu mana musuwa Bacaka mule Mus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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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的雨呀，冷冷的风，使我想起冷冷的情。不想你也难，不想你也痛苦。爱上你是我的错。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唔对哦吼，好，我想者啊，嘿，好，孙妈妈。我来刷入去呢，要来甲安排第2首歌曲。这首歌曲讲起来嘛是国语歌的这个经典啊，嘿，来，大家做伙来甲娱乐。
大家又看卖咧。相逢的人，以为他是属于我的人，谁知道后是海一别无音讯。我愿他是支配我的命运的女神，怎么能够留下我不管也不问？怎么能够相爱又成恨？黄昏，未曾想起他的纯真。那一个夜深，未曾念他的黄昏。我愿她是支配我的命运的女神，怎么能够丢下我不管也不问？怎么能够相爱又离分？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若知影歌名，赶紧大家电话卡入来。吼，这歌词内面有哦，萍水相逢的人，因为他是属于我的人。来，我即摆现主是依照惯例，大家走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要大家公布答案。Thank you， 谢谢，阿里嘎多，感谢你。杂技哦。要大家公布答案。系啊，
来，今天不难冷啦哈。冷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冷冷的心上人，嗨，冷冷的心上人，萍水相逢的人，以为他是属于我的人，萍水相逢的人。好来，两首歌曲拢落你的恭喜，遮济咱观众朋友拢要到哦吼，不简单啦，搞哈。好来，老师来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单是给你 ，OK， 来阿芳玲呢，今仔甲咱等下准备吼，咱甲咱观众朋友来进广告啦。进广告，今仔进广告足重要。今仔吼，这甲咱观众朋友吼关心你的身体的时阵吼，特别咯。我今仔有争取哦，争取就争取足好康的哦。做节目做遮久啊，毋捌遮好康过啊。是。所以讲，如果咱在时代，你平常时你都有咧用的。也是讲，你著咧想，想讲，当时要来开始准备，讲要开始来讲，安尼我咧讲吼，今仔即个日子，我感觉袂歹啦吼，来准备哦嘿，拄着时机啦，拄着吼，嘿，好日子哦嘿，好来进广告，谢谢。来。今仔我要介绍红景天，咱的红景天呢是有4种，内底有4种的成分。咱内底有红景天，专门针对着讲，或者咱若咧行路啦，甚至无张无当的时阵，气喘袂开，这个氧气不足的时候，红景天，伊就是咧，互你这条管内底迄个氧气充足。有人啊去高山咧爬山的时阵，讲说，出国啊。就个交代你讲说，海拔3000外、4000外，你伫厝的时阵，你就要先准备食这个红景天，才袂讲或者安怎高山症，所以讲这红景天，观众朋友若有用过，就知影讲这个效果是甲倒位，而且阮内底毋是有红景天尔佮加上佮一个安那 Q10，Q10 的时阵Q10 就是安怎，伊会降低咱的自由基，加速咱的代谢好。延缓老化，就是讲，互你的公路会当安怎持续较 Q 软的，袂去安怎反锁去、反侧去。是。另外，还佫有一个纳豆激酶若讲阮的纳豆激酶是专利的纳豆激酶而且咱虽然是适合伊的，但是阮的纳豆激酶一罐内底的含量大概就在22000 FU 高单位。等于讲，你若去买一罐纳豆激酶单罐，甲买回来时阵，大概嘛差不多2万8左右，咱就大概22000 FU， 因为这是安怎高倍数浓缩的所以讲观众朋友，伊食落去了后，一天食一盖，一盖食2粒，伊伫8点钟久内底，就会当将你即个公路内底一寡黏的安怎？这若咱通袂过时阵伊会当这8点钟久，甲你溶解，甲你分解这个黏的纳豆激酶，就是咧食这。还佫有一项红曲咱的红壳的部分，伊就是咱公路内底清道夫。遮尔好着，真侪时段红壳实在毋免阁介绍啦。咱若知影讲，咱若有一寡时段，你还阁咧生红糟了。迄红糟若生落时阵，本地油一块肉咧油，生落时阵，伊个油全分解掉。伊就是咱若咧分解咱公路内底一寡呐油彤彤的，所以讲伊这4种甲加做伙的时阵叫做天王啦。真正是天王啊伊个4大天王，4大天王加做伙的时阵，互咱知时段，你毋免分开买。所以讲我这项介绍比我这个节目搁较久，因为呢，我伫地方台时阵已经介绍10档的时间，搁来到遮的时阵已经超过15档的时间，真侪时段拢长期伫咧使用，食到讲。本地安尼呼叫，暗时咧困的时阵，我咧讲，即马呢顺，本地呢若小可行者时阵，就安尼疼，拔掉咧，食到即马拢总安尼顺。本地若讲安尼去身体检查的时阵，哎哟，挡落去，哎哟，
落，山高啦对乌无？杂杂啦，我跟你讲，价足清的，是甚至吼，你就有3种吼，毋是薪水高啊，人讲山高啊这啊，你食的时阵，伊甲你稳定，你一寡控制药啊，会当倒来收敛掉。所以讲呢，观众朋友，增强你的气力。我的红景天吼，而且已经介绍遮久啊吼，咱有固定介绍，一盒就是2000块。咱买2盒的时阵，2盒我们有特别优待，对不4000， 2盒4000有优待，2盒2800啦。因为一盒2000块，2盒4000块，你甲我买2盒2800，在时代拢总买过2800，唔爱买过你买细组的哈。今仔共款卖你2800，但是呢，我今仔要送你一罐咱的倒手芳，因为真侪时段若当安不舒服的时阵，我跟你讲吼，拢总安那，即罐甲推的时阵，你包括伫咧食的时阵，效果嘛较紧，你会马上舒缓咯吼。所以讲，咱我用倒手芳。我即马今仔日你甲我买细组2盒，我要送你哦吼，就是2800哦，2800哈。2盒2800。今仔日来啦，那大组就是安怎买4盒，4盒偌济啊？4盒就爱5600块啊。我今仔优待计销5000块，600块无甲你收无要紧，咱搁加送一盒，安尼拄个偌济啊？哦，安尼安尼5盒5000块，安尼。真侪时段拢总甲咱买过这个组合，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母亲节这个档期哦，吼，我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的哈。你今仔买小组的，加200块就好，加200块，3000块，我搁加1盒。所以讲呢，你今天买我们今天价格全部给你调整过来哦，哈。今仔你若甲咱注文交代，3000块摕3盒回去。啊，若大组咧，大组我咧讲，恁搁加嘛，搁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6000块，搁加2盒，安尼拄7大盒，7大盒甲你收偌济啊？6000块。那3大盒甲你收3000块，7大盒你甲我买大组，当然我细组的时阵，我有送你号做倒手芳对无？来，电话开始卡啦吼，倒手芳啊，我今仔日呢，我搁送，那大组我送迄领石墨烯远红外线迄领。石墨烯2倍，好不好？来，卡电话0800-810-81518，谢谢。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90岁啊。哦。有影咧，确实咧，唔是我别讲咧，前咧我心脏哦，会扩大咧，对无吼？啊，行路吼，安尼叫安尼啦，食迄红景天啦。啊，食了有效果就对啦。本来吼，含骨仔筋吼，逐工都爱愈迄步边啦，那转到尾啊吼，拢血压拢高啦，吼，安尼定。啊，我食你红景天，食了吼，过来安尼好势好势。啊，食迄红景天吼，食了心脏也好，啊肝也好。啊，肝拢100分，心脏嘛100分啦。喂，你好。喂，金文姐啊。呀，我买一组好啊。一组吼，我跟你讲，你若捌买过，你就知。今仔上介绍啊，我唔让你买啦吼。好，来，谢谢你哦嘿。好，谢谢，来，感谢。喂，新朋友你好。喂，嘿，你买一组吼。好，啊，我等下甲你写开，但是我等下再甲你写注记哦，因为即摆满数，我等下再甲你问哦嘿。好，来哦。喂，全路大哥。全路大哥，你要一组吼？好，我写开哦吼。玉兰姐你好。喂。玉兰姐，要红景天吼？我爱3000块。哦好，我写开哦吼。青池大哥你好，青池大哥。喂。买大组，买大组。买大组吼，你老客户啊，知影讲要买大组更较会好哈。谢谢你哦嘿，谢谢。来哦，梨花姐，梨花姐，要小组的哈，我写开哦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0800-815-0800-815-815181。你今年？喂，碧玉姐。喂，还是。要大组的哈，碧玉姐拢捌买过啊吧？哦好，6000个哦嘿，啊我今日送你哦吼，送你好好，谢谢。来，元培大哥，要大组哟。大组啊。哦，拢总捌买过啊啦吼。你我毋捌买过。这行你也买了？哦，安尼感谢你哦，新年芳龄哦，买大组的哈，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来，观众朋友，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格哦，哈，你拢知影哈，跟好大哥，跟好大哥要大组的哈。
大组的。大组的吼，啊，我今仔搁加一领迄个石墨烯的被子哦，嘿。马上就到呀。我看嘛，尽量赶，明仔载无到时候礼拜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来，观众朋友吼，这段时间因为有咱这做这个档期啊，所以讲有当时会塞车，吼，无法度讲今仔出货明仔载就到。如果明仔载无到时阵，咱可能就是爱后你到礼拜一吼。淑芬姐，淑芬姐，我要买早体康。好，我写开哈，大组细组的。我大组的啦。好，我写开哦，吼，好，感谢你哦，嘿，谢谢。来，淑芬姐，等下搁卡哦，吼，我甲你接开。来啊，郑娇姐。我一组哈，八组的。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好，谢谢郑姐，好。喂，你好，鹦鹉啊，大哥。鹦鹉大哥你好哈，要大组细组？大组吼，我写开哦，嘿，谢谢。你好，哇，拢规个拢。喂，你好，小碧，小碧姐。小碧姐要大组细组的？大组的没。大组的啦吼，好，我写开啊哈。剩啥？石墨烯2杯啊。再2杯哦。2杯啦，2杯啦，好，谢谢。来袁梅姐你好。大组细组的。大组的。大组的吼。我甲写开嘿，谢谢你哈，感谢。来，观众朋友，你若是吼，捌听过，捌甲我买过，你拢知影讲芳旅从来没有这一种价格，第一届哦吼。咱观众朋友要把握，因为这一次母亲节档期的时候，我甲公司争取足久的啊吼，争取这个7大盒6000块。无打紧，咱今仔加码再送你这个2倍哦吼，石墨烯的2倍来，小碧姐你好。主持甲小姐甲接无甲讲阵时物件会甲我上来人无伫边多。好，谢谢，来。好啦，电话吼，即摆互阮小姐接啦吼，因为规个拢总满线吼，因为观众朋友这项物件，我甲你讲哦，差不多超过15档的时间，15档的时间，所以讲真侪时段食了啦，甲咱斗小补，啊食到顺的时阵呢，顺咱就搁继续甲伊做保养，对无吼，搁继续甲做保养。老师你准备哦吼，来水生大哥，水生大哥，安怎？什么？来，我等下给你回电话哦，好。礼拜几？拜2哦，好，谢谢哈。好，OK，好，来，我紧，咱观众朋友，你若是讲吼，有固定要什么时间收着，你爱甲阮讲，爱甲阮交代吼，咱拢总会使配合着恁的时间，拢总会当配合着你的时间咯吼。来，准备老师，咱来唱歌吼，互芳龄的这个时间吼，阮拄则电话可能拢满线，有的时段你爱电话若亮的时阵爱加安怎加等一时时啊，因为新朋友的时阵，拄则芳龄可能咧接电话的时阵新朋友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对。你若是新朋友，因为咱满线时间无法度伫即个时间甲你写字证，阮是线卡了后，一通拢总会甲你回报，甲你卡的时阵，你才甲你才甲阮讲电话，讲住址，讲咱带写啥物名，啥物时间收着你较方便，有的时段是讲爱早起时啊嘛，来大波啉一下。有的时段是讲我爱早起时有的时段讲我着知影，拢总外口看下晡时即个呢，这部分你嘛有需要甲阮小姐讲好清楚哦，才袂讲猫若到位的时阵，哎呦找无人好来，老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可能的乱会再会吧。来共同欣赏收听哦，谢谢。来，我来倒车电话哦。
都那个路，我卡咧在一人，你日。える男の涙自由来の恋よさよならさまよえば帰らぬ夢をしたように隠れて君は鳥よ自由来の恋よさよなら无愿意，甲伊来分离，伊但被风飘散去，跑有远无了时，只有忍着伤心泪，孤单到。不免轮回，再会啊，再会啊。月色带柔意，水阿大才知追求，声声所爱悲，已经破去青春梦，何必再想起？无缘轮回，再会啊，再会啊。如来の恋よさよなら，可怜的轮回，再会吧。好，谢谢大家。哇，老师伫咧唱歌的时阵，咱在时段吼，吼，安尼哦，真正足甲咱加油的啦吼。观众朋友，我拄则咧讲的这4项的，我讲我家己嘛伫咧食哦。真侪时段，你若看我的节目一段时间，我捌报告，甲恁报告过吼。我咧讲，阮妈妈吼，妈妈呢，她在48岁的时候，伊这啊心中得安怎倒电池啊。
啊，你敢知观众朋友，咱若是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必须到电池的时阵，伊嘛是一个年过到，爱搁安怎大维修，摕出搁订换新的呢？哦，迄拢总是安怎？大概若安尼入去的时阵，我咧讲，迄做囝儿逝世人吼，拢总足烦恼的。是。哦，啊我呢，足拄啊好的吼，糖分嘛有着着，但是我有一天差不多4冬前，感觉咧行路的时阵，哎哟，哪会感觉怪怪？行路的时阵会安尼白白啊！我迄时阵开始食，我开始食，到即马为止，我一工拢总是安怎食2粒，但是拢总一直拢顺哦。所以讲观众朋友啊，其实身体安怎会遐严重的时阵，是因为你无注意，你无咧伫咧做保养吼。你若要保养，你只要像芳玲安尼一工2粒，2颗就好了哈。你药啊会当减食足济，有的人因为即种安怎心肝白白疼喘。安尼啊，长期伫咧食药啊，我无叫恁食药啊哈，这食毋是安怎袂喘尔，搁刷落安怎公路内底，搁互你清，一寡安尼会疼啦，会安尼血循环无好，拢总有效哈。来啊，我即摆吼，观众朋友恁电话搁继续卡，吼继续卡，我即摆来邀出着今仔日中奖的人客哦嘿。老师，南梦的红红桥。来，我即马来个摇出着今仔日，吼，足侪人都摇着的呢，即2首歌。来哦，咱要来上来听听石墨烯的那个凉被了哈，王建和大哥，哦。然后呢，来，建和大哥，恭喜你哦吼！王建和，哈和平的和，建设的建，哈啊王就是3横1竖王哦哈！恭喜你，谢谢啊！来啊，这边，来老师换芳玲啦哈！今仔互你的歌我唱足侪首啊哈！啊，谢谢大家。来，这摆搁刷落呢，拄则我先来甲恁报告一下人，遮侪人甲咱拍谱啊吼。来，尤大哥、尤大嫂、邦姐、王大姐、文东哥哥，谢谢我们的坤星大哥、sen树哥哥，也搁有咱这个秀芬姐、素贞啊、素英也姐哦，吼，感谢恁默默的捧的声哈。咱今仔日秀峰啊、姐姐吼、尤大哥、尤大嫂，这个用捧的声拢一直甲咱吹落去哈，感谢恁，包括讲咱的尤大嫂，吼，尤大嫂登记呢，像讲我拄则咧讲的这项，哦，咱4种呢。人伊长期拢嘛伫咧食，长期拢嘛伫咧食，吼，啊伊是安那咧食？哎，我拢看到大哥的时阵，你就讲啦，恁大哥呢中风，而且吼也不是算小中风而已，所以讲伊的一骹一手拢总较无方便。伊讲芳玲啊，我看恁大哥安尼吼，我都爱家己顾好啊，啊我顾好，我毋才有法度顾恁大哥，对无？是毋是安尼？好，老师你准备好啊未？来安排这首啊做。南梦的红枫桥，啊来有需要芳玲甲恁做服务的小姐甲恁做服务的电话继续卡哦。来，这首歌可以唱袂着，明仔载再甲咱观众朋友唱互恁听，谢谢，祝恁健康快乐，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对。